話你等等先，你唔好咁大力跳過嚟。有陣時會抱小朋友啊，個手腕未必發力發得好好啦。最近中意打波波，傷患嚟講咧，最大問題係手腕啦、腰啦同埋膊頭。自己又食下啲止痛藥啊，或者按摩膏啊、按摩槍啊咁樣去又打，日積月累咧咁就會開始一啲痛症嘅出現啊，咁就想徹底根治佢。我嚟到第一件事就見專業脊醫啦，佢會同我做一啲 assessment 啦，去分析我邊啲位置係有痛症啊，之後咧就會話俾醫師聽。魔術手係一個好獨特嘅治療，佢覆蓋嘅位置好大啦，電咗可能4-5下都 feel 到明顯係有一個舒緩嘅情況。治療師講得好詳細，有啲位自己會練翻好啲啦，強化翻啲肌肉，保養佢好啲咯。依家就學好咗，情況減輕咗。我有3個小朋友，我嘅願景就係佢哋大個，我可以同佢一齊落場打波。如果大家真係有受傷嘅情況出現啦，一定要即刻揾痛症中心啦，保持自己身體要好健康啊，先至可以繼續同佢哋一齊長大，同一齊玩。